2025年底，一早相片喺社交平台上悄悄流傳開，係相入面前港姐林永嫻同一位滿頭銀髮嘅婦人並肩企喺埋一齊。婦人一頭銀髮梳得整齊，一條腰骨挺直，快80歲都完全唔見老態。林永嫻係配文寫住係溫哥華遇到甜迷者，好懷念同莫華哥合作《老子萬歲》，即刻將大家嘅記憶拉返去半個世紀前。嗰個曾經係邵氏片場靠大膽演出震動成個香港嘅性感女神，嗰個係銀幕上風情萬種但又被世俗標籤困住嘅女人，而家已經係一個專心向佛嘅獨居老人。呢大半世，佢試過反叛，試過迷失，被人救贖過，亦都被人指責過，最後係佛法同慈善裏面揾到安置自己靈魂嘅地方。佢叫做田妮，本名朱隱嫣，1948年喺江蘇無錫出世，亦有人話佢生於上海。佢阿爸叫朱小龍，祖籍江蘇無錫，係上海灘幾有名氣嘅京劇琴師，早年為部隊同總統府演奏。因為時局變遷，朱小龍帶住屋企人搬咗去台灣。朱隱嫣2歲嗰陣就跟屋企人離開咗大陸，喺嗰個陌生嘅島上面開始佢嘅童年。係做京劇琴師嘅阿爸影響之下，朱隱嫣同妹妹朱海莉自細耳濡目染，行咗上同藝術相伴嘅路。朱隱嫣學過京戲，呢段經歷幫佢喺鏡頭前嘅表演打咗唔錯嘅底子。但命運好明顯有另一番安排，佢人生嘅轉捩點發生喺1967年。嗰一年，19歲嘅朱隱嫣參加咗台灣地區嘅毛衣公主選美比賽，一舉攞咗冠軍。呢場選美比賽就好似一條鑰匙，幫佢推開咗演藝圈嘅大門。佢幫自己改咗個藝名，叫做田妮，從此就用呢個名字行走江湖。1969年，田妮拍咗人生第一部電視劇《紅衣俠女》，正式踏上咗演藝之路。但係呢條路並唔係一嚿嚿花。出道初期嘅田妮雖然有啲名氣，但遠遠講唔上大紅大紫。佢接拍咗好多電影，淨係1970年到1972年之間，佢就拍咗35部戲，堪稱高產女王。但係個競爭激烈嘅年代，產量並唔等於質量，更加唔代表紅得起。日復一日喺片場奔波，但始終睇唔到事業有起色嘅曙光，令到後生嘅田妮陷入咗好深嘅迷茫。就係呢個人生的低潮，田妮甚至諗過自殺。佢同一個朋友約定，環遊世界之後就永遠離開呢個世界。但係出發之前，一次意外嘅相遇徹底改變咗佢人生嘅軌跡。佢喺餐廳食飯嗰陣，咁啱撞到四圍揾佢嘅大導演李翰祥。李翰祥揾佢係想請佢拍戲，就係咁一個睇落好偶然嘅相遇，令田妮由演藝圈嘅邊緣人一躍成為備受注目嘅新星。1972年，田妮加盟邵氏電影公司，成為李翰祥嘅御用演員之一。係李翰祥執導嘅《風流韻事》裏面，田妮飾演李萍嘅呢個角色。呢套戲令佢第一次嘗到走紅嘅滋味。1974年，佢係李翰祥嘅《金瓶雙艷》裏面再次飾演李萍，而同楊群飾演嘅西門慶大演激情床戲。大膽嘅演出係當年引起唔少轟動，艷星呢個名從此傳開。係個風氣相對保守嘅年代，夠膽喺銀幕上咁露骨地展示身體，需要嘅唔單止係勇氣，仲有一種近乎反叛嘅不羈。田妮恰恰就係咁樣嘅人。但人生總係充滿戲劇性嘅反轉，就係田妮事業如日方中之時，佢做咗一件令所有人都跌眼鏡嘅事。佢中意咗個有婦之婦，講得準確啲，佢介入咗一個導演嘅家庭，對方係有婦之婦。田妮卻讓兒愛情大過天，唔理阿媽反對，唔理外界指指點點，一意孤行咁陷入呢段唔被祝福嘅感情。個長鬧劇最終以對方離婚收場，但田妮好快又以愛得太攰太苦做理由主動退出。呢段感情留下嘅，除咗一個第三者嘅標籤，大概只有一場連佢自己都覺得攰嘅荒唐。田妮或者唔擅長經營感情，但李翰祥導演就好擅長做媒人。佢好快就幫田妮介紹咗一個佢認為夠靠譜嘅人。講起我話，係香港影壇真係冇人唔識佢。原名梁岳華，係60-70年代邵氏最紅嘅男演員之一。1966年，24歲嘅岳華憑《大醉俠》一炮而紅，同陳鴻烈、
鄭佩佩並稱邵氏武俠片嘅鐵三角，成為一代少女嘅夢中情人。但係遇到田妮之前，岳華嘅感情世界認真係一鑊泡。佢同鄭佩佩拍咗6年拖，分手之後又同鄭佩佩嘅閨蜜亦舒走埋一齊，引發咗一段轟動一時嘅三角戀。亦舒嘅性格極之偏執，據岳華後來係智雲飯局到回憶，如果雜誌刊登咗佢同鄭佩佩嘅舊事，亦舒就會用鉸剪剪爛佢嘅西裝。仲離譜嘅係，有一次佢竟然將一把刀插喺岳華床上心口嘅位置。呢段感情最後因為亦舒擅自將鄭佩佩寫俾岳華嘅訴苦信公開而玩完。係遇到田妮之前，岳華仲有一段短暫嘅婚姻，佢太太係一個意大利女人，兩個人識咗之後就熱戀，跟住結咗婚。但女方喺香港住咗1年就覺得悶，好瀟灑咁返咗意大利，呢段婚姻就咁無疾而終。可以咁講，係感情呢件事上面，岳華同田妮兩個人都係喺風雨中摸爬滾打過嚟嘅過來人。兩個人嘅相識，據講係透過美食家蔡瀾介紹。田妮同岳華都有份拍李翰祥執導嘅《風流韻事》，喺工作上有交集，但嗰陣岳華仲陷入前任嘅感情糾纏入面，冇心情理其他嘢。真正令兩個人走埋一齊嘅，係李翰祥嘅處客。岳華不嬲都以好男人嘅形象示人，有超乎常人嘅耐心同包容，啱啱同性格戲劇化我行我素嘅田妮形成咗一種幾奇妙嘅互補。岳華喺田妮身上見到一種佢從未見過嘅瀟灑同掙扎，而田妮終於都意識到眼前呢個男人或者同佢以前遇到過嘅任何男人都唔一樣。1975年，田妮同岳華結婚，而呢段婚姻嘅開頭本身就充滿戲劇性。事實上，兩個人只係擺咗酒，但一直冇去登記註冊。呢個咁荒唐嘅錯誤，直到個女梁曉菲15歲嗰年，一家人準備移民加拿大搞手續嗰陣，先至意外發現結咗婚15年先發現自己根本冇拎過結婚證書。呢種烏龍嘢，恐怕都真係得田妮同岳華先做得出。結婚之後嘅田妮冇即刻淡出娛樂圈，但拍戲嘅數量明顯少咗。1980年代初期，佢徹底告別銀幕，全面息影，由風月片女王變成相夫教子嘅家庭主婦。呢個轉變咁大，恐怕連田妮自己都未完全做好準備。田妮同岳華嘅婚姻，外表睇落係天造地設嘅一對，但私底下卻係嗌交不斷，雞犬不寧。兩個人個性自然不同，岳華內斂沉穩，田妮率性而為，媒體甚至將佢哋形容為凹凸絕配。岳華曾經笑言，兩個人係埋一齊全靠互相遷就，如果唔係早就火星撞地球啦。但呢個唔影響兩個人嘅感情。岳華對田妮嘅包容幾乎去到縱容嘅程度。佢接受訪問時透露過，太太立咗4不家規：冇行動自由，冇經濟獨立，唔可以亂識朋友，唔可以亂接工作。岳華苦笑話，佢身邊嘅朋友全部都係兩公婆共同認識嘅老朋友，冇新朋友。佢仲笑話係田妮向佢逼婚嘅。有一次田妮喺外地拍戲，兩個人打長途電話嗰陣，佢忽然問岳華：你會唔會向我求婚啊？1989年，田妮做咗一個改變家庭命運嘅決定，佢要全家移民加拿大。岳華當時正處於事業高峰，根本放唔低演藝圈，但田妮認為一家人齊齊整整係埋一齊，比咩都重要。佢哋要陪個女好好長大。最後，岳華選擇咗家庭。90年代初期，岳華帶埋老婆女移民去加拿大溫哥華，從此開始咗異國他鄉嘅生活。但離開香港嘅田妮並冇揾到想象中嘅平靜，冇嘢做嘅日子裏面，佢開始於手。岳華點樣勸都唔聽，兩公婆失和，甚至發生肢體衝突，仲試過搞到去警局。有一次兩個人喺車上嗌交，失去理智嘅田妮死命搶軚盤，岳華情急之下用吉拉底撞開佢，意外整親佢對眼。雖然只係眼周圍瘀咗，但火精眼嘅田妮直接打電話報警，話一定要告老公。最後喺李翰祥夫人極力勸解之下，呢場鬧劇先至冇鬧上法庭。
直到有一日，甜妮突然間唔飲酒啦。佢話其實酒一啲都唔好飲，我飲佢係因為可以唔使諗東諗西，令佢由酒精嘅泥沼到脫身嘅，係信仰。甜妮同岳華移民加拿大之後，雙雙皈依佛教，喺佛法嘅浸淫之下，甜妮揾到精神嘅寄託，脾氣同性格都慢慢改善。岳華病到就嚟走嗰陣，甜妮同個女揸實佢指手，幫佢念咗12個鐘頭佛號，送佢最後一程。個音樂大概係對佢哋40幾年風雨同路最深情嘅告別。個女梁曉輝係甜妮同岳華唯一嘅細路，岳華對佢嘅痛愛喺香港娛樂圈係出世名嘅。個女出嫁嗰日，佢揸住架車送走個女，眼淚流到收唔到。佢曾經講過：我係一個好寬容嘅老豆，對個女可以話係千依百順，從來都冇打過佢。以前甜妮打佢，我會收起藤條。個女成家之後喺美國買爛物定居，而甜妮就選擇繼續留喺溫哥華。喺個女成長嘅過程中，甜妮扮演嘅更多係嚴母嘅角色。岳華笑話個女之所以反對佢哋生多個，正係因為唔想多一個細佬或者細妹嚟承受阿媽嘅教育方式。但無論如何，呢個女始終係甜妮生命中最重要嘅人之一。岳華走之前已經病咗好耐。2018年10月20日，76歲嘅岳華喺加拿大過身。臨走前，甜妮同個女梁曉輝一直陪喺身邊。據好友林建明透露，岳華過身前入咗醫院2日，甜妮拒絕晒所有人嘅探訪，只係想保持老公最後嘅尊嚴。傳聞岳華生前有糖尿病，用自己嘅方法治療，瘦得好緊要，但佢直到過身前2個月嘅8月份，仲抱住病演咗舞台劇《寄不出的情書》。岳華嘅喪禮用佛教儀式進行，遺孀甜妮同個女梁曉輝一早就到場打點。喺喪禮上，甜妮喊住講述老公生前同佢講過嘅說話：等我死咗之後，你先知呢個世界上冇人好似我對你咁好。而家知啦，感受到啦。佢仲哽咽話：冇人再好似你對我咁好啦。呢番真情流露，令在場所有人無不動容。甜妮同妹妹甜柳朱海莉相差10歲，呢對姊妹花嘅人生軌跡幾乎係2條完全唔同嘅路。家姐甜妮喺感情上揾到歸宿，雖然過程跌跌撞撞，最終同岳華相守40幾年，白頭到老。妹妹甜柳就情路坎坷，26歲個年俾人呃咗嫁俾印尼富商葉聰豪，新婚當晚先發現對方已經有頭家，自己竟然係第3房姨太太。生咗個女之後，甜柳帶住個女逃離印尼，後來同萬梓良喺1989年結婚，但呢段婚姻只係維持咗4年就離婚收場。而家67歲嘅甜柳孤身一人，個女朱雨峰係佢唯一嘅依靠。不過，關於甜柳嘅健康狀況，近幾年引來唔少關注。據港媒報道，甜柳出現咗斷崖式衰老嘅跡象，身材發胖得好明顯，成個人睇落滄桑咗唔少。但甜柳堅持唔整容、唔醫美，揀自然老去，呢種真實嘅態度反而贏得唔少人嘅欣賞。而家嘅甜妮已經完全同以前嘅風月女王判若兩人。佢住喺溫哥華，專心修法，間中參加佛教活動，幾乎唔接受任何媒體訪問。個女嫁去美國之後，佢就自己一個住喺加拿大。雖然身邊冇咗老公嘅陪伴，但佢喺佛法裏面揾到新嘅精神寄託。有傳聞話，甜妮以前管老公管得好嚴，岳華成日氣癮發作，但成日俾佢嘅嘶喉嚇到縮翻。後來佢變得開通，俾老公拍咗台灣電影《候鳥》同新加坡劇集，但佢自己對復出拍戲就已經一啲興趣都冇啦。由選美冠軍到銀幕艷星，由感情荒唐到婚姻安頓，由於走沉淪到歸依佛門，甜妮呢大半個世紀嘅人生，充滿咗大起大落同戲劇性嘅轉折。佢從來都唔係一個完美嘅女人，佢反叛過、荒唐過、迷失過，但佢最終係信仰裏面揾到救贖，係慈善裏面揾到意義。或者正如佢喺岳華喪禮上喊住所講，世間再冇一人能似岳華對佢咁好，但佢都用自己嘅後半生證明咗自己值得咁樣一份心情。而家呢位77歲嘅老人
係異國嘅土地上，靜靜地老去，冇鎂光燈，冇掌聲，只有佛堂裏面嘅青燈古佛同慈善活動裏面嘅默默付出。咁樣嘅結局，對一個曾經喺香港影壇掀起過巨大波瀾嘅女人嚟講，或者先至係最好嘅歸宿。